完了后此确定心物。阿贵同儿为出来讲不里听，是香我娘娘的男人追你过，但是阿哥没知道嘛，我两个当中寻找一个，寻找这个男人追你过，不离50两银子，那么你一口答应，镇定另外抬高之步，门在西藏不来了，然后一天中手定心。实在我觉得然后啊，那个50两银子么，这个多了10厘个。追文兵历史的男人在追你过，谁是你想要自告？现在了让先叫党里了，是个阿哥叫没知道，哎呀没知道嘛，就是做主噻呀，来让李伯父吃罪啊！所以这个追你过是另外一个人天天的弄到50两银子外花。然后娘的天在那里就金币来临，那么困干门家等在人做情报党。现在我一点路也归在先小道路上下，吹起我的最后一声。喂，小娘娘，跟我的来哪里呀？本兵自呼不准得来一脸。是来了，白带不起，先叫道路上一阵飞风，哟，还香啊！先叫个道路称得相归相归，你想要想我不许走，我分担流浪，白带不起一进门上相在。像玉灰两个字，本兵这个两个字一口嘛，不对，不对，哦哟，晓得了，我胖我叫历来不给，不对，少年小给，王月西地，不写小给，有时还决赛呱呱卷。处女来，于是写起他自己也是这个追问比20公分哦，分口间写小给，再口间个两个字嘛。对来也得了120个，不对，现在看见写小，我好起来，呱呱叫，这个追文兵太过分，并非本家也难不可。让追文兵的想象当中，该位先叫才女长路上想晓得必了，然就是不是一般性读书人，名人所晓。那么名人晓这两个字呢，并良心讲起来是别个这样一般性。而现在一个写小好，写叫女人呀，才女啊，能够晓这两个字，真正不简单。那么写叫这个一路气呀，有名堂给叫美女走花岗，我也微笑，那个也微笑，因为人家讲我最美人，我7辈子没少做了，大理过3个这个，所以呢，本兵还微笑，现在一看这两个字很起来。所以本上也难不可。再见那中间寡妇名人话，
神却无伤心，一副对立分中雨，喜得那龙泪飞舞没流泪，上一里这句白云开的动，下里莫无橙色岁月待见那八岁卒子中几辈，八辈两只线上这几大举起楼下分边挂，家里也因为非退，这几大几内上面三几脚，你看那不知人类的何子是鸡蛋上向一副赛季是副围棋，30分发话是副赛季，但是你想要一口哎呦呦呦呦呦一口8个银子黑棋已经40，今朝你里向3小到5队抓，当然5队杀不过3小嘛，只是一步啊，谢谢我不来噻，我中国40，所以来看上去呢8个银黑个事，房间里个布置包饰简简乖乖，最文并不新鲜的让看一门心思也在里向，一些交在。本兵日好心不开楼头进，一心也去不为家计，所以他身躯这得也分清。刚刚开了一间车站，插在那里，谢家还在那里向，来到那个屋里哦，正中现在的这个鸡仔裤子啊，一直在大金洞妹妹手看见个玩我子，哎呦！专门别像个透明屋里要狗眼看人机，我屋里向现在的这个鸡仔裤子啊，一直的，那么今朝哎呀，一把冲来去看看喏，别人都该到我的现做不记得了嘿。哦，这一想下午人。哎，是，姑娘呀，谢家在那里向，手了那么恶一点，这个样默默的鬼样大吧，鼓动武器，小娘娘把我这样不毛出来的生气大白不起，哎呦，这头面屋的势力啊，毛出我生气也来不起，我们得分在我的去打听进来市面上像高牛来要毛烧高的一个路啊，跟我的看我不起。哎，是，姑娘啊，等一下，进来再进来呀！
对门里一些，也叫了啦老王。刚才现在再过一个叫平王，在现在讲起来吕中改，但老王。谢谢哦，是我的小娘娘来的呀。哦，哎呀呀，谢谢，啥奇怪，我奇怪。小我娘在他面孔，别吃的嘞，别吃的嘞呀，别吃呀，别吃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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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别吃！这肚里是乌的，乌哈哈的乌香的，哎，怎么别吃都给别吃还了喂？哎呀呀呀呀，别吃！哎呀来听讲，我说这也想妹妹，本来呢，我干不进，关键呢，在这里楼里的屋里去碰碰啊，门在一站的送自己。现在你这个屋里说你别吃呢，我再也出不去。为什么这个屋里了叫居住屋里？出名的八尺呀！上一次我娘做生日，正在给你太太吃黑，现在那个米郎，那是忙得不得了。哎呀，还是这样，家家姐姐的面孔在那边是的，就是全部闹黑的。自家怕他呢，那个全部都黑的，我有个家是不是的嘞？非得不是切吃了就全部的。你的话，你个家是身边是了，看上去这个香我娘娘不对对，我在那进去的。啊，这样的，哎，既是喜事，甚偶的喜，真还是家政妇啊！我对来或者不在外头去睡，等他先叫孙不必一打水开杯上了，一打脚开杯上了，一打把水沾沾。喂，小娘娘，你还先下回这里立下来呀！本兵大营上立起身来，是来。就问兵大西子西洋皮的过来，大先叫门里跟随，两个这里发来门里，门里一下你先要哭了的，在一下。哎呦，这可眼睛们你上一两个的呀！这是屋里妈妈，上街上养别吃养别吃，完了我们在眼睛里看出来了。说的越高飞的，哎呀呀，别吃！哎呦，说的别吃的，从徐东方身上，哎，面孔上不修的。上次我到哪位的，哪位一经上来，自家先生，自家这张面孔别吃的，这个侬的别吃面孔那是真的。为什么侬吃真菜？这种东人家也厉害，吃得还，用得还，穿得还，这个香屋娘娘，香屋女吧。也送家务，地里向我也送家务。一句闲话，加3分方，再可能呢，面孔上向分东西了的，鼻上向不知道。哦哟，说的是知识好玩。
个周文斌家三国里的活动说对不起，因为你现在要门里想起来是给他脚也跨进去的了，根本文斌啊那个脚跨进去不当心的呀，这还连个不当心嘛，在这里想唰这上接头的啦，本人家是非常经理，你看呢？你话里不是非常，手里他摸不出来哇！哎为了我他别吃面孔比你他别吃面孔来的别吃，为了你他别吃面孔比我他别吃面孔来的别吃，你他别吃面孔，咋的努力他别吃面孔来的别吃。再听听这两声哦，这不道还是高。哎，你听听嘛，别吃面孔，别吃面孔，一个不当心眼睛湿了，变成个边空面吃，哦，有时说字难听啊。谢谢啊，李律师在向我娘娘面孔别吃，你想要一只脚跨进来，另一只脚当然跟进来。但是现在房间里居民这个头皮互相对得起，为啥？心里想我女婿，我不是个蛮包，眼睛们的呱呱叫才是蓝包，真正的蛮包，让蓝包面上也当过门了，也当心体。所谓个头不够对起，头上打起这个西洋，譬如在水里看啊不够看，忙不够忙嘛。越追越近，越追越近。现小孩会看，不想看那哈。边上两个窝头啊，也不是在。哎呀呀，阿姐，妹子啊，你可以啊，想我娘娘，也是呀，娃爱是爱，这个对啊也爱我嘞。你这个是我，你哪个好听就是我。把这海鲜吃的完，要当我不理解你呀。你这个是呀。不给讲，真正把这海鲜叫嘛，想我娘娘了，海鲜就是那。把一个后天发过去，对不对？姐姐是那发过去，老姐姐是那发过去了对。哈，就因为别想做到道理是啊，一个后天发过去了，该张皮补过去了。分到屋里设计的，那么身体来定，那大家看看，接下来拉少地方。朱文斌用不了带头，这样眼皮一下在水里一冒，呼哟，危险啊！这才为两步。假定我屋里再不高呢，我再追个2步了，也爬到3条，真正爬到3条是说明堂。那现在来定马上记回来得及，这个记3条嘛，哎呀，那么讲，我不是想我娘娘，
记得的堂堂兵部千金，女子家初次相会，应该呀。不如说，夏侯娘娘替我来磕头请安。本兵斗里做的，我也不是夏侯娘娘，吏部公子一帮高牛，还是高牛来呀？不如说，他来替我来呀。哦，不甘心，不甘心。那么那你这是他们的狗生在不低头，现在李白也接了，这个局嘛不拒绝，然后既是个善礼吧。谢主人，相见如见谢主。嘿，谢谢了，郎口。这小五娘娘一对面孔别致，他没动回去的，怎么夸的？两个为啥子吧？咦，那当头去老包这个不出的呀，这啥称呼分享？记得我见过谢家，我看一下，我不记得为什么你啥谢家了？这种男性女子。大娘！哎呦，对谢小毛毛，你叫我什么子？叫我大娘，你咋不叫我美娘，不叫我鸡娘？哎呦，这个谢小聪明面孔笨犊子，也是呀，出气的来叫我大娘。这对身浪向一看，呼，谢小看得起我。像我人，像我大娘，呱呱叫生辰，鼓励鼓励，大家的美娘随便做，是我心为你做事。大娘，请走。呀，谢主人，相见女他该发誓，应当随礼办事。至于谢主人，因为你对那已不走之礼呀，走后呀。是此时来恭敬在不是说明，相见女发誓该人。说不定我那个身头嘛包含一个美人诗。边上像个窝的一看，一个谢小嘛真狠，可是小姑娘来不家里来什么？要一本正经的家里亲柔了，真正太容易，说太容易。哎呀，规矩叫有手非手。那么搿辰光来是靠人家送错了，不像现在，随便来靠人啥辰光来，你士气里向马上开一杯茶，这归简单。搿辰光唔那个样，来这个靠人家吃牛排是苦了，说什么牛排是要乌头，在上起风炉来，开起水来，风起茶来，水叫麻来。那么现在要头没给个上风炉嘛不便当，那么牛排肉嘛不在，简单的乌冬里向但是被皮茶吧，这个辰光还在。说起这个欧东那个皮茶啦，已经变成狼茶在。我是乡下人身体好，狼茶吃着不会吵脱了，我得吵来我的。喂，小姑娘，请用入哪？你这个在没有钱啊？这个一个东高考去嘛，吵到个西高牙考去，身体实力个力气来。呀，都是鸡也是呀，有我狼茶啊。在屋头毛毛狼茶吃起来吵这个，独立做你的小小嘞你们送杯茶给我吃，我们茶上别吃。那么屋头呢，送手打一个公门，去这么说吧，水杯。谢谢了，老姐。今朝进来进来早的，一张子气我还要问问嘞。上次那阿哥说的，是真正这个小姑娘呀啦，是流出来的。不过不吃那哈了。虽说是这个妹子啊，在这个阿哥中国分定相是柳州来问相州来，这要问问本人几颗心上。大娘是后家口记的，是真实的，是将你雷打家中，可是
小毛毛乱啊，甚至王八蛋们乱啊，可是来后面没弄我抢出来。这个我到王来或者放在咱那夫妻屋的千丁做了1块钱啊，像我娘娘，你不能够说，抢出来搞，是指抢出来人，我把你夫妻做不成功搞，可是来后我要当我是夫妻了。今天我拿来写小米上，我不知不觉来实抢出来。这个我说是抢出来是至于嘛，我要干那些小个面的看那个态度。为啥？我头人称赞那些小才女。这个闲话也讲出来，你到阿哥是来后，你来后个妹子啦，那还可能，但是一个死来后。那么大句还是才女，还是死来后，我根据我说上去，我们就可以写的。小丁讲我是子，我们是抢出来的。那些叫东大里的才女，阿哥老抢女啊，就家门不应啊，霸王门户，你妹子不少妹子啊。你一定要面红耳赤，见不得人。哎呦，河南为人，东南里他写笑。是故事，我是想出来的。那个为写叫不以为耻。你刚刚说起来，一想我娘，你阿公看着从来没好我，还是那个夫妻我，在那给他，我当你比公山代理之外，你说到公山代理了，我看你还有点来好个米的了还。所以本兵说闲话，我要看写这个态度，家里个面对，自告你像我娘娘做工实做，别对两虚。一句闲话叫仪式西写，不是汉人。你看呢？这个嘛是仪式西课，我是那是考你的差不多走了。啊，大娘是需要背上。妹妹的家里，姐姐，说是来你家谁来你？呀，姐姐呀，黑子生绿。家前来住，家天来的，啥不对的？既然家天来嘛，阿哥不是去弄些，他当然要谁要谁听的，小七是在我岗位上来的。哎，大娘，是，既然想回来的，有功夫神心悲凉啊，姐姐呀。我是的，下里鬼谋带去东沟儿送上七针的泪发七针来着送奴回家去。谢祭是我的大恩，
起一口，哎呦，呱呱叫好谢叫。为什么你看呀？谢叫对待对不起脸红耳赤。趁以来谢叫对神的本兵这肚里向忙过去，要偷看谢叫的憋屈的面孔。怎么了？是两高的海话高质量的呢，来了谢叫的憋屈面孔，水文兵会分看起啊，海等于分看起。今家本兵的女少二辈的想了，随这种小地方了想得起的。我记得是像我娘娘，对于你记得来堂堂兵不欺人，女子家初次相见，尚无于别。像我娘娘是不能懂规矩，对不能给对的。不是真的，即使也讲闲话，女儿眼色花一花，马上回我来。懂规矩。两人给说个今天第一次到三角旁头，再次三角一眼发出出来子。三角不项目屋头谁也不答应。喂，小我娘娘报的规矩出来，动手动脚要跑上来。所以文兵对一定人的等于不客气。那一个三角对人的在水文兵这肚里向忙过去。虽然看见三角的这人对三角上面孔一看，哦哟，面孔标致。还有些叫他面孔标志的，他们标志的比这标志为要标志，实在那哈标志分不了听考试，我把分口记下。不过你出现时了，开出来个响，千篇一律，些叫个响嘛，是一样的。哎，你听下来问，听来听去，些叫中国人舞台里。绿叶西梅，全部爱中叶味，俺在先看今日先杨绿一个红领角啊，听来听去，先叫个大白相嘛，中国一样。不过我们担心也想改，昨天先叫白我们这里啊，我们上一就是我们是你为先叫鸡蛋里，哎呦不灵光，鸡蛋是黄面孔，先叫黄皮两讲，而且北洋我们在里个。你想要看着先叫个标致面孔，那么眼睛啊在四面的来望望，说起看看先叫房间里布置包饰。我们说起来居文兵为啥带一间房间要看一间房间呢？哎，哦，给他包少，给他包少，这个是我们人才的个。居文兵读书人高牛了要登归书房，先叫个堂楼出自娘胎第一节，从来没带过。任何一个人才这样，凡是个当然好，从来没带过。今天团圆日带了，中国好提醒啊！一口口忙忙布置包饰，还是所以文兵在这先叫我望一看嘛。哦哟，娘哇！
面壁身体光，杀一里一日身体谁出水，下里是为绿的一分。在今啊，是不为民把比例，我的是大义立得的是下分啊下背，大空明月山花，我李师傅杨黑真，最最下他开配你拉路的哇，生于落叶，必于水花，四大美人。这个四大美人口称叫别的家人。那么你想要在金站，我看金大美人。唯一个谢家眼睛闷的呱呱叫，是个活美人啊！我是送礼，不惧绿下去，内得惊喜啊！本兵日眼睛会勾西裤哎，看到旁边一个书桌，书桌上下有个多人布，多人布机上有张花垫子看来了嘿，
这张花簪子把那微风吹动，飘了飘，飘了飘，居然被毛过几口嘛，花簪子上下又没跌了嘿。嘿，各位小家伙子空说来，小点少，我点少，做点少3000，我过来看看，分别好几声啊，3岁罗上花簪子，吹到水里，一开来在上面一望嘛，哈！搿让我只好，搿是旁起也没办，稍微好么就看见上头几个字，叫作兵淡化。君子一粒红粉女，咦呀，哎呀，这个几个字啦是总数对一个上联，这个个上联嘛，气泡不动的。后为叫作兵淡化，君子一粒红粉女，有组作对叫君子作，是出了云南的。别人家的作对才是有的，这还记住这个作对啊，方的，因为你方了，这个起名叫君子，是个男人，君子在就是大方。淡化比方的女人，红粉佳人，作兵淡化就是君子作，这个淡化去做来的，叫作兵淡化。君子一粒红粉女。是一个君子，让爱里个红粉女，我句我刚刚就是一个男人让可香的女人，他眼里在叫上头让一个种上的个上河里外一看嘛，哈，古代最上的不多，专门被读书人高女来要当头一门啊，请问姐姐，这个可是啥哩呀？哎呦，爹家一副小姑娘娘，是不的。再看呢，门出来的我哎呀那样啊，他是啥哩呀？啥是不是的？这门出来是那样呀？这是个姐姐啊，给他还是给他是啊？哎呀，你在门中啥哩嘛？但是。请问姐姐，这个样里可见作兵淡化，君子一粒红粉女呀！哎哦，我说我不想我娘娘非来生日，到屋里向有点好问的。来听呀，我这个啥哩？你说出来一个家门的夫妻，我把俺家爹生了。哎，请问姐姐，何故这一上里而没有下里呀？这称怎么拿明白呢？刚刚我出现了，姐姐吃了场里，会在屋里带屋里，屋里带不吃，我们这要马上都在屋里家。大夫飞马，更是一身飞离。哦，现在事情忙了，分担不空。那么来分担呀？来分担么？今朝我来对，昨天我来对不起这个香花娘娘来也出风头了。哎，我想想个那个头面乌头啊，实在欺负过了。香花娘娘上，香花娘娘都再我这给我吃饭狼茶，看不起。今朝三条才女出了床里，我香花娘娘能够带得出屋里啦。我觉我刚刚香花娘娘还是才女的资格了。你不该看不起香花娘娘，这个姐姐不讲我对，别就管，马在死地啊！哎，看超市来生意，今日姐姐手满了被人归罪，可也相见女对对呀！哎哦，厉害了！不过妹妹姐，妹妹先生。我是行街生里向的才女，你阿对不出家，这个夫子呢，女眷，像神不口马的，不是像我娘娘好不的。啊呀的，这个家去闭门，在大娘在的，这里的呀。那个头面我的再去叽里呱啦，叽，你想对呀，啥吧？
你先叫谁女呀？真正先叫个上里子，侬话对不出，你想对得出，真正你对得出是侬也做上女子，还有个头面我的势力啊！我们就在看来做老头牛，哎，是头面相我娘娘们太容易，我的不灵不牛都是我弄过来，你想分王四百，喂，相我娘娘，对不呢？是。你想要跳水梦嘛，天得必把落笔也笑嘛啊呀，可是逼得了一个笑不得。为啥？我们这个男人专门变杭州地方上向有点小名气，把人家笑出几个事，笑出几个对，怪怪。那可能是一张。我现在你们带来写叫第一手旁队，我选我专门这个事物来写叫眼睛过里，带已经科技过里。别现在看这个香我娘娘两个事了，跟那些叫看了看。哎呀，香我娘娘，这两个事不像那小怪，这两个事像朱文斌，这也想得朱文斌三个字。再对个我人上午转身仔细一看啦，什么是背女背得像背得像，不是出了像呀，是出自单居不养于毛病的。想在个廊下也口出帮忙，哎呦，笑不得，逼得来一个。原来一想，原来放在我们上堂里的辰光，看见三角夫妻的那块银行线边上下迂回两个字。当时就我们看着瞪一瞪，眼一眼，三角各路气节，美女之花干。我不要微笑。那平常你就活了那个没事了，不多出个叫活带了，活不了。必要的辰光拿出来就是。真讲我来笑一个美女走火干，我里小孩逼得来过一个，对两个事业忙嘛，自家看看蛮满意，满意点啥？我们这个男人真正小女人的气了，他笑得差不多，是得其乐，这里讲一个方言语呀，狗肉面。哇！爹爹了对了，这里妈妈唔不管，自家下海吃回，自家了是你的，看上去大方而不念，这地气呀，贴了灯头里，自称自在。我大家看看看了，那么爹爹立起身来，这个大娘姑姑，啊，大娘，是在月岁。为要客气两声，小姐姐啊，想起你这两个翠日，乃是千金之母的姐姐呀，开白。哎呦，俺不管，为嘛会子嘞？是真的谢小努力的火力一看，哦哟，像我娘娘谁人喝？谢小也打了个谢气妹子呀，那么绿的那块王爷面具殷勤，何为？